呢餐2個人合共消費976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莊連 Theo， 又到咗1年1度嘅生日周啊！今日咧就先同大佬撐台腳啦，知海路中酒店啊！不過咧就唔係1樓嘅壽司吧，而係咧一路上完全冇任何指引，而且咧收埋喺2樓嘅鐵板房。點解揀呢間？因為咧今日既想食刺身，又想咧食翻啲有鑊氣嘅，並且咧唔想冒險啊！咁必須咧就係呢一間信得過單位啦。睇住呢度嘅街景咧，唔知道點解腦海入邊咧就會浮現嗰一句歌詞：街邊太多人與車，繁華鬧市人醉夜。循例睇咗下今日生猛嘅游水海鮮之後咧，就進入刺身環節啦。脆感明顯、甜味清晰嘅文甲魷魚，雪白半透冇腥味，油脂豐沛，自帶清甜回甘嘅池魚皇。呢個挺拔嘅狀態咧，足以說明鮮度之高。用火烤過表皮嘅青魚，魚油嘅香氣咧更加澎湃啦。美中不足嘅係咧，今日呢一嚿金槍魚大腹，雖然咧非常肥美，油脂香氣非常霸道，但筋膜咧都比較多。呢種規格嘅韓國生蠔咧，估計咧係金鑽蠔。裙邊寬且金黃，蠔肉乳白，分割成咗2個部分嘅。背柱部分咧爽脆無渣，蠔膽部分嘅奶油感明顯，金屬味比較輕嘅，溝埋啲海水直接食咧就相當夠味啦。小青龍嘅個頭唔細啊，喺吱吱作響嘅鐵板上咧肆意咁舞動，仲幾怕醜嘅，望多個2眼咧就面紅。蝦肉嘅熟度咧啱啱好嘅，脆彈微甜，調味咧做得幾唔錯嘅，有酒香有鑊氣。半碟嘅奶油煎蛋咧同之前對比，味道層次爭咁啲意思啦，因為之前係會加入埋啲蝦腦一齊做嘅。香煎馬友，刺身級嘅馬友魚用嚟做鐵板燒，仲炒咗個葱醬添。中意食葱嘅咧感動到喊咗，唔中意食葱嘅咧都喊埋。大佬嘅呢一份咧就係免葱版啦。師傅咧特登提醒咗下嘅，建議咧每一啖都要同時食到魚肉同埋魚皮。如果咧喺出餐前幫手做埋1開2或者1開3咧會更加好啊！畢竟啊用筷子嚟分解咧都係幾困難㗎。今日呢份馬友嘅口感可以用咧經驗嚟形容，油脂豐沛嘅魚肉部分唔單止水分充足，而且咧口感細嫩，魚味清甜。魚皮部分嘅脆感咧令我震驚啊！脆響嘅程度咧直逼天婦羅炸衣，呢個手法咧真係不得之了啊！我強烈推薦啊！辣子炒鮑魚，鮑魚口感脆嫩嘅，椒麻香辣嘅滋味咧滲透入咗鮑魚嘅每一寸，但咧都冇掩蓋住咧嗰一股海鮮嘅鹹鮮，呢個平衡做得咧幾高級㗎。清炒肥仔芽菜，睇落簡單嘅一道，卻係咧我呢一刻最需要嘅。口感爽脆多汁，仲有啲清甜添，鑊氣十足㗎。表面嘅胡椒粉咧更加係點睛之筆，緩和青味，變得咧更加惹味添。肥仔芽菜都叫咧馬來芽菜，本質咧就係綠豆芽菜，芽身飽滿粗壯，比普通嘅綠豆芽菜咧粗2到3倍㗎。香煎鵝肝，我雖然咧係鵝肝愛好者，但呢個做法咧我一直都唔太中意㗎。因為高溫之下，肥厚嘅鵝肝咧會暴受漏油。一般情況之下咧，鵝肝熟咗，開食嘅部分咧都冇剩幾多嘅啫，並且咧會變得異常嘅肥膩。但呢一道香煎鵝肝成為咗今晚第2道令我驚豔嘅菜式啊！肉眼可見嘅脆殼，用筷子掃過表面係可以聽得到咧唰唰聲嘅。脆殼之下咧係油潤豐腴嘅爆漿體驗，真係咧打破咗我對呢道菜嘅刻板印象。口感好鬼正㗎！呢個脆殼咧唔單止提供咗脆感，更加緊要嘅係咧佢鎖住咗鵝肝嘅油分，呢一嚿減肥失敗嘅香煎鵝肝，我強烈推薦啦！翻看咗下我影嘅素材，我發現咗形成呢個脆殼嘅奧妙所在。後來咧又同老闆求證咗下㗎，不過咧呢啲白色粉末係乜咧我就唔講啦，感覺咧係屬於商業機密㗎啦。我可以講嘅係咧，反正就唔係麵粉啦，係啦，半碟嘅紅酒梨咧做得幾好食㗎，十分解膩。鐵板牛扒部位咧應該係西冷，我哋咧要咗5成熟㗎。呢啲充滿油脂嘅小食仔咧，我嘅建議係必須咧搭配山葵啊，因為油脂越重嘅食材越係適合咧搭配山葵，定律嚟㗎。食完呢一道咧，我真係已經有9分飽㗎啦，急需咧蔬菜解膩，豬油渣炒菜心又係鑊氣十足嘅一道啊！
改刀成咗一啖大細嘅菜心，食起身咧真係相當舒服㗎。龍蝦頭反場啦，變成咗龍蝦湯。飲下咧，阿師傅咧就捧住個插咗蠟燭嘅壽司蛋糕出現啦。本來咧同老細訂位嗰陣咧，特登冇講今日咧係我生日㗎，結果咧仲係俾潛伏喺群入邊嘅老闆娘咧通風報信。出完蠟燭，阿老闆呢仲拎住一份佢親自操刀嘅沙甸魚刺身，笑琪琪咁出現咗。怪唔知得我開始食之後咧，佢就唔覆我微信啦，古惑惑咁。呢個沙甸魚咧真係好鬼肥㗎，肉咧非常之柔軟，魚味濃厚，但冇任何腥味，係喺我咁飽嘅狀態之下咧，都仲係覺得好食嘅存在啊！老闆話呢個係隱藏菜單，只喺最近咧先供應嘅啫。大家咧可以去附近嘅珠海路碰碰運氣㗎。套餐入邊嘅牛肉炒飯咧，我哋真係食唔落啦，只好打包啦。呢餐2個人合共消費976。有人講一句，對比之前啦，呢個4孖8嘅鐵板套餐咧，又變得更加好食啦。尤其係香煎馬友同埋香煎鵝肝，真係咧驚為天人㗎。呢2道其實咧係可以單點㗎，就算咧喺1樓壽司吧都可以點㗎。2款嘅售價咧都係58蚊一份。大佬今晚咧唔單止請我食飯㗎，仲保留埋呢個傳統節目啊！翻到筍茂之後咧，佢一臉壞笑咁拎出咗呢個十分搞怪嘅生日蛋糕。呢個 pose 同我本人咧根本冇任何共通點啊！請大家千祈唔好輕信謠言。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